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成名作，也是代表作之一。1870年冬天，法国鲁昂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，城内的法国人惶恐不安。10个不同阶层的法国人乘坐马车逃往哈弗尔港。尖商角先生和他的太太，他们想趁机谋取暴利。大资产阶级省议会议员卡雷拉马东夫妇，他们想保住自己的财产和地位。贵族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，他们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。2个修女，他们想完成自己的宗教使命。民主党人科尔尼戴，他是一个爱国者，想加入抵抗普鲁士的游击队。还有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，她是一个忠诚于波拿巴主义的人，对普鲁士人充满了仇恨。这10个人同乘一辆马车出发，他们中的9个人都对羊脂球表示了轻视和歧视，认为她是一个卑贱的妓女，不配和他们同行。但是当他们在路上饿了的时候，只有羊脂球带了足够的食物，他慷慨地和大家分享，让他们吃饱了。这时9个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他们开始对羊脂球表示了亲切和感激，甚至夸奖她的美丽和善良。马车到达了托特镇，这里也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了。普鲁士军官扣留了马车，要求羊脂球陪他过夜，否则不让他们离开。羊脂球坚决拒绝了这个无耻的要求，表示他宁愿死也不会屈服于敌人。9个人一开始都支持羊脂球的抗争，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，他们就开始想方设法说服羊脂球同意军官的要求，甚至用恐吓、诱惑、劝说、说教等手段，把这件事当成是一种爱国的牺牲。羊脂球经受了巨大的煎熬和压力，最终在老修女的宗教说教下，为了大家的利益，牺牲了自己，答应了军官的要求。第二天，普鲁士军官放行了马车，但是9个人对羊脂球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，他们不再感激他的牺牲，反而对他表示了鄙视和排斥，认为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妓女，不配和他们同车。他们甚至还抢走了他的食物，让他饿着肚子。羊脂球无法忍受这种虚伪和冷酷，他在车的角落里哭泣，而科尔尼戴则高唱马赛曲，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，也讽刺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。这本书展现了人性的善与恶，道德的高与低，社会的真与假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妓女的高贵，和一群所谓的体面人的卑鄙。它也让我们思考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，什么是真正的牺牲，什么是真正的人格。这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学习的名著。